光大海味。我哋光大今期翻咗一批冬蟲夏草節，質量都唔錯，今日介紹俾大家。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批一兩裝蟲草節，真係質素非常之高，好值得入手。而家即刻開俾大家睇下，一打開蓋，香味已經撲埋嚟，陣陣蟲草香味。倒出嚟睇下，顏色條條都金黃飽滿，賣相非常之靚。最重要係斷枝唔多，好多都係完整嘅整條，質素一目了然。如果想試試蟲草嘅功效，我自己同屋企人都好推薦呢隻。平時喺辦公室或者返屋企，放在保溫樽入面，好似我哋咁，簡單焗一焗就出到好味道。飲完之後，又可以加返熱水再沖，沖到冇味為止。最後仲可以連蟲草一齊食埋，吸收得更加徹底，效果非常唔錯，而且方便。當然啦，大家最關心係價錢。呢樽蟲草節原價係3330元，而家3折優惠，只需999元一樽，足足一兩裝。你冇聽錯，係999元就可以帶返屋企慢慢享用。快啲落嚟我哋門市選購啦！送禮自用都冇問題，快啲嚟光大選購啦！見到呢條片記得點讚我哋光大海味。如果想食得更好啲，我哋門市仲有更高級嘅西藏野生那曲冬蟲夏草供大家選擇。光大海味產品樣樣齊，蟲草、花膠、海參，自抵超優惠。